观众朋友，大家欢迎收看11月初6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卢尚珠。头先咱来看天气的消息了。今仔日形成一个新的轻度风台，叫做凤凰。气象署讲，后礼拜2、拜3，这风台会往来台湾西南边的海面，时到东半部、北部甚至是南部拢会落雨。另外来顶一个风台海鸥，甲菲律宾是扫甲陆长场，已经造成85个人死亡，75个人失踪。 伫关岛附近海边的热带性低气压 TD29，已经伫咧初6的透早2点发展成这轻度风台凤凰。气象署讲，照目前行的路线，后礼拜会影响台湾的天气。那随着它到了西南边的海面影响，它的外围环流会跟到时候的东北季风一起影响，到时候会造成我们东半部、北部甚至南部地区雨势都会比较大一些。它在 下周2、下周3在接近我们台湾西南边近海的时候，可能都还是一个中度或到轻度台风的情况，所以它带来的水汽也是蛮多的。气象署讲，凤凰风台可能会继续向西北西的方向行，拜6可能就会到菲律宾的东方海边，接落来伫后礼拜1经过菲律宾的北部陆地，若是较早向北边西，会挖过台湾的东边；若是较晚西翻，会挖台湾的西南边；若较偏西边，会挖广东的沿海。它在北转的过程当中，强度看起来是会慢慢的在减弱，但是对于这种环流范围比较大的台风，我们还是要特别的注意。因为海鸥风台扫过菲律宾的东部，伫咧当地造成真严重的伤害。有民众看到门口的水愈淹愈悬，赶紧把铁窗拆掉，人走去伫厝顶立。民众坐伫咧厝顶看，大水袂说敢若是窜流溪，规间厝拢予水淹去。 事务性宣布正值灾难状态，并且启动救援甲安置措施。根据菲律宾灾难风险缩减及管理委员会拜3的报告，海鸥风台已经造成85个人死亡，49位罹难者是来自灾情上严重的事务性，亦有75个人失踪。Kaya first time ito nangyari dito sa almost 16 years akong nakatira dito. Ngayon lang ito nangyari。大水消退了，看到规涂骹拢是落雨梅，也有烧弄贴做火车，民众赶紧清理家园。海鸥风台是今年侵袭菲律宾的第20个风台，将来可能会行向越南登陆，越南也已经加强戒备。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因为东北季风减弱，水汽是有减少，气温嘛有较烧热，咱来看温度。 虽然东北季风减弱，也毋过大台北、宜兰和花莲也是有可能会落雨哦。台东、恒春半岛嘛会落小可，其他所在咧是会大部分是会出日头。那温度的部分，北部和宜兰日时高温是29度，中南部和华东地区高温是28至32度。虽然讲是有较烧热，也毋过各地早暗又是较凉冷，低温是21至23度，嘛提醒民众都要注意这天气的变化来踏衫。 台中5车的市场逼出非洲地质疫情了后，就启动15天禁运禁台的措施。中央疫情应变中心将宣布讲，病毒敢若伫咧案例中出现无过增加新的个案，所以初6中到12点开始就恢复外地运送，初7饭店咧就恢复拍卖和台地，也毋过也是禁止用油喷来饲猪。 台中市场包括非洲地质中央疫情应变中心启动地价禁运禁台，而且禁止喷饲猪，佮启动3阶段，每阶段各一个防疫措施。考虑无新增加个案病毒，加拿大案例市场出现，初5宣布禁运禁台令2阶段解封，初6中到12点开始恢复外地载运，初7饭店恢复拍卖台猪，毋过依然禁止喷饲猪。 分2阶段的一个解禁，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由于猪只要从猪场到批发市场，那各地的猪只先做准备，好，先到相关的猪场去做这些猪的一个卸载，好，跟相关的直接到批发市场。 因为即摆非洲地质疫情初判甲喷无确实吹出有关系，什么时阵用喷饲猪，应变中心强调爱达成查核爱落实，监控爱及时，甲确认爱完备的3大前提，才会考虑解禁。分组好的一个监测，好要能够及时回报，好能够立即了解。 好，该厂是否有依规定来落实执行？好，那这个部分就要配合一个立即侦测的一个系统。
这段期间，亲像新北市都加强肉品市场、屠宰场的清销，为解禁做好准备。应变中心表示，解禁了后，相关防疫做法未登记，包含落实食物安全、管制人车出入、健康记录甲清销。未来若无正常死亡地者或者是出现疑似病症，会要求及时主动通报，也继续要求肉品市场、屠宰场、运输车等要落实清销。一定要再次的去确认我们全国的可疑可能的这些病毒的入侵，我们有做更好的一个防范哈，我们才会去提出申请。中央在海应变中心表示，虽然3阶段非洲地这清零目标已经达成，不过防疫工作依然继续到年底，确保疫情未阁发生。目前也未伫3个月了后，马上向世界动物组织申请非疫国的资格。记者综合报道。农业部公布非洲地质禁态禁运自今仔日解除，台中市昨日启动肉店消毒。也那市地协会是赞成维持袂使用喷市地的禁令，伊嘛希望讲政府会当来协助转型，嘛呼吁民众伫咧解封了后继续支持台湾地。防疫人员将每一个单位拢清扫甲真详细。台中市车国气象大公有市场、建国市场47个猪肉摊清洁消毒，迎接非洲地质解封，各地猪肉摊商表示，疫情期间拢停业，市场正稀微，希望赶紧恢复投资。看中央的政策哪边还给我解禁了，解禁大家支持，大家都有补充了。以前大概6点多人潮就蛮多的，你看现在冷冷清清，对，所以很可怜，大家没饭吃。农业部宣布，7月中到12点解除外地运输限制，7日开始拍卖台地解禁。台中市经发局表示，会密切关注地价波动。台东管区讲，一切照中央指示办理。那因为拍卖价一般他们就是进来的猪，然后猪的价格，那要当天的时候，他们会在肉品市场会有那个价码表会出来，所以这个实际的情况要拍卖那天比较能够确定的。那基本上我们还是依照中央防疫中心的一个指导的一个日期来配合执行。喷市地禁令依然伫咧，中华民国市地协会表示赞成，呼吁喷市地政策赶紧结束。农政单位严宪环是不成两倍是要配合协助转型。我们养猪界96%以上的人员，希望全省全部都进厨余早日落入条款，饲料配方看能不能由我们制造配方。包括我们植物性的蛋白加了会使用。花莲州强调，目前全国差不多39万只的猪，不过各县市已经做好协调，每日出猪量差不多增加1成半，呼吁消费者解封了继续支持台湾第产业。记者综合报道。国内爆出非洲地质疫情了后，目前认定讲这病毒的来源是油喷。针对爆出地质的饲猪场用的喷到底是有主还是无主，目前台中市府是要继续来调查。另外，嘛甲5车案内场这5公里内的东南亚小吃店列入去稽查的对象。拍开冷冻柜查验猪肉，台中市7月开始将5车汉的饲猪场搬进5公里内，合法登记17间东南亚小吃店列入稽查对象，也包含巷仔内底或者是无登记的小吃店。要严防非法的喷加做防疫旁旁，先查验的交警业者拢无违规。是否有贩售未经查验或者是来源不明的食品？哈，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会查核猪肉的产地标示跟来源凭证。第三个我们会检查呢，这个餐厅是否符合卫生的规范哈。那么第四个呢，我们会去查核它的厨余是不是能够合法清运哈。有条源头指向喷，针对案例市场自喷的设备进行台中市府公布稽查时间数，地龙讲4月已经开启，暗过地龙后生讲7月18依然咧自喷，而且疫情爆发了后，市府进场清销依然发现有喷伫的设备内底，稽查记录爱进一步查对。另外，案例市场第3摆采验，7月早起10点已经进场执行，中央表示会赶紧公布结果，同时市府也得到检方许可，该地龙别囝登去徛去采验上验。我们感谢检调这个让我们能够将这个人能够带回住处然后我们延续上一次的9个点，再做一个详细的裁剪，然后这个简体呢，在昨天晚上已经连夜送到
淡水的动保所了。扩大对战范围，中央要求市府提供8月初以后化这场资料。另外，防治措施包含冲不地在内，这是透早台中太平区地甲路发现摄像机，互人通报，因为是非洲地这疫情期间，中央禁止全国地者耍出市的所在。台中市府照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罚主人5到100万。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带观众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报纸。头先咱来看《中国时报》。飞达海外总部确定要徛伫咧北树科 T17和 T18，有地上款的成功人寿愿意和台北市府合意解约。副市长李树川就表示，针对成功人寿要求的44.7亿，就要等到双方的会计甲细节对过了后，希望讲明仔载会当来协议解约。再来咱看自由时报。玉山金控和三雄美邦人寿2间董事会，已将通过双方合意变告，玉山金要用0.2486股来换发1股的三雄寿股票，摕到全部的股权。再来咱看联合报，台电进前甲分特发电厂的评估报告交予经济部，台电董事长陈文生伫昨表示，这评估结果是显示，核二厂和核三厂若是要停放是有可能的。普发现金1万块，对昨就开始登记开放登记。为着要确保这网站袂塞车，是用身份证尾数的2号来分流，然后有5种领钱的方式。一寡民众就惊讲，伫咧网络登记会拄到诈骗，决定讲17日时才要去 ATM 领现金。另外，新德市宣布要搁加发5000，也若家己市议会嘛通过临时动议，要求市府爱加发3000块。甲普发现金的网站开开，拍身份证号码、银行口座等等的资料，无甲3分钟就完成普发现金1万块登记入销的程序。蛮顺、蛮简单的，就照着做就做完了。登记普发现金采分流的方式，头一天初5敢若开放身份证号码尾20甲1的民众会使登记。财政部增加并款，提早对系统做压力的测试，确保网络袂塞车。书发部在做规划设计都有把它并款都放大，对。即个普发现金领的方式，包括10亿类特定的族群免登记直接拨入去，其他的族群会当选择登记入销。ATM 领现金、邮局领现金，甲照明册发放5种，要若要安怎领，民众有无共看法？如果 ATM 里的话，还要到 ATM 去操作，所以网络登记相对方便许多。现在网络上诈骗太多，有时候连接很多，你有时候可能点错，你自己不知道。对，所以还是觉得直接实体到 ATM 去领会比较保险一点。普发1万块以外，嘛有其他的县市按算要计发，亲像家己市议会，初5透早就通过临时动议，要搁增加3000块。请市长这边呢，好好评估我今天这样子一个建议。我想以嘉义市政府的财政，我们是绝对允许来这样子普发3000块。我们会带回研议再办理，我想我们会朝这一方向努力去做。家己市府答应讲会好好来研议，也若家己的宜德乡，因为7月份丹那市风台来霜断了真严重，双10连假都已经成本5000块。梅山乡嘛规划普发3000块，要互民众来纾困。另外，新德市宣布要加分5000块，希望活化类似的市场。经济部嘛伫这个时阵推出推广相关的活动，带我家人一起去旅游一下，就是国内的部分，对。是花莲吗？还是去哪里？也可以啊，也可以啊，对啊，因为我配合我们事实上经济部也有一些这个商圈的一些推广活动。登记普发现金时间是真零，财政部提醒民众，普发现金的官方网站敢若一个尔，政府袂用简讯、寄批或者是敲电话的方式通知领钱也是登记，嘛袂要求都要去转销。呼吁民众若是拄到来路不明的连结，千万唔通点入去，较袂去互陷大坑。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棒球城市联赛自明年要开始比赛，其中的上海兄弟这名和队伍的 logo 设计，和咱的中信兄弟是真相像哦，这嘛引起球迷不满。中职会长蔡其昌表示，李明自半年前就有注意到这抄袭的问题，会请中信球团来说明。也若中信娱乐的声明是表示，若准有侵权的问题会去处理。中信兄弟官方面册别转上新查文，有真济老会用要甲主题无关系，因为中国明年开始派中国棒球城市联赛 CPB， 红社上海兄弟由中信集团赞助，名号甲队徽设计甲中信兄弟高度同款，
多连宣传图也控制台北一抗议。有网友表示想要兵帮，且中信国家唔通污名化，兄弟唱三支。暗过有网友表示，两边头家拢是中信无抄袭的问题，期待两边兄弟对抗赛。从国小开始看到现在，那也经历过所谓的黑象事件。那如果现在棒球事业是可以发展到更好，我给予正面的一个肯定啦。中职会长蔡其昌讲，联盟半年前就注意到好亲像抄袭的问题，而且中信球团说明会向中信球团查询到底他们面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什么，然后他们的跟整个所谓这个 logo 很像，然后名称也一样，那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中信娱乐公司表示，网络有关上海兄弟的内容，球团甲营运团队唔知影，若相关侵权会采取必要的措施。佮讲一定是以台湾利益甲球迷是上优先考虑。这长期伫中国推广棒球的大商指出，中国的棒球人口10多年来成长，技术也进步，这拢是台湾棒球界前辈投入的功劳。不过一直拢是欠高水准的比赛。我们所有棒球圈的人都希望大陆也能形成一个好的联盟，然后完了跟台湾的联盟一起来，然后组成一个更大的一个亚洲的大联盟。中信金行董事长亚洲棒球总会会长高仲良2022年提出亚洲大联盟的想法。有棒球界人士指出 ，CBA 开放规定每一队的大公有球员名比10人较少，是伫中国市场实现的一大步。不过台湾人才甲市场资源恐然受影响。蔡其昌也伫面册表示，请主管机关注意，若中国介入棒球了后，未来发展甲安怎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全社会当中无讲到台湾议题，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这就代表美国对台湾的立场无变，台湾唔是美国谈判的条件。也若明年中国亲准要来举办 APEC， 针对台湾敢通参加，中国外交部是讲，这关键是爱遵守一定原则。林佳龙强调讲，这已经违背 APEC 平等参与的原则。也若台湾会来照理念小我的国家来反制。川习会为触及台湾。美方展现对台的支持的稳定延续。经过80分钟的川习会，无讲到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讲，凸显美方对台湾的立场同款，佮声明台湾绝对不是美国谈判条件，是重要的经贸优判。这一次当然没有意外发生，都是因为台美很好的沟通，不可能去把贸易谈判跟台湾去挂钩。那这些我们的战略沟通也有一些效果，在所谓的非红供应链或民主供应链上。其实台美是有很大的一个合作的空间。咱国嘛持续拓展甲欧洲的交流。外媒公布林佳龙9月去欧洲真侪国家访问，当时佫派员密访北约总部，讨论伫国防甲 AI 领域的合作。林佳龙对细节无加讲，敢若表示欧洲专案等全力强化台澳关系。基于当然跟对方国家的默契哈，我们都会就一些讯息的处理。那么建立一个共识，基本上强化对欧洲关系是我们现在外交部的重点。明年 APEC 会伫中国深圳举行，对于中国外交部讲，台湾参加的关键都是要遵守一定原则。林佳龙我都认同。我们在去年不但是争取到平等参与的所谓中共的一个书面的承诺而是在各国见证之下，如果白纸黑字它都可以违背，那我想我们也会当然会强力的。这个捍卫我们的权利。APEC 强调的是共识决，是我们台湾不同意的话，它很多声明也不能够通过。讲中国的附加条件已经违反承诺，林佳龙讲，台湾会捍卫家己的权利，也会协调理念相悖的国家来做反制。美国国务院就表明，支持包含台湾等所有的 APEC 成员，拢应该得到平等完整的参与权。美方会继续敦促中国制定规则，确保参加会议人的安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国际上要紧，咱来看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最高有针对总统川普大规模征收全球关税合法性表达疑虑。这个案件关系到全球的经济，嘛对川普的总统权力和施政议程是一项重大考验。美国最高法院6位保守派加3位自由派大法官，拢严厉质疑川普总统大规模征收全世界关税合法性。因问代表川普政府的律师，
共总统伫咧第一遍引用1977年本来是为着国家紧急状态所设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内面的法条来加关税时阵，深受越权，侵犯国会立法权。因过一寡保守派大法官讲，伫咧考虑总统处理对外事务时阵的固有权利，发现要做最后的裁决，内部意见可能会差真多。联邦检察总长索尔一开始就讲，川普认定美国的贸易逆差，和国家将要拄到经济加国安灾难。大法官因问讲，川普引用的这项法律无限期征收关税，是不是属乎行政部门将经过国会授权的重大行动？伫法院辩论的时阵，几多位民主党参议员一个小型的企业主伫法院外口发声明，表达因反对关税措施的立场。Last night, the voters across America rejected President Trump's illegal and destructive economic policies. Today, we are here to call upon the Supreme Court to do the same. 这场伫咧最高法院的辩论，是因为进前下级判决判决，讲川普以国安为理由，对全世界扣关税，超越总统权限。川普政府不愿提上诉，迄当阵对这项关税措施提出挑战的，是受到关税影响的企业，一共12个，大部分拢是民主党执政的州。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东南亚国家普和联邦伫咧台湾时间初5早起3点外，伫第三大城的杜朱拉有一间老人安养中心着火烧，上无是有10位行动无方便的老大人死亡，含20个人轻重伤，但是这导火原因要搁来调查。伫暗暝也会当看到烧甲真猛的火为大楼的7楼冲出来，火分嘛分甲规栋安养中心拢是。这是波士尼亚赫塞哥维纳联邦伫东部的全国第三大城图兹拉。除了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消防队紧急灌救，想要控制火势，还佫有偌济警消甲医护人员协助安养中心内的老人撤离。根据当地媒体报道，差不多有20人受伤，除了部分老人，还佫有参加救灾甲协助撤离的警消医护人员。现场看到的人是讲，火烧到的5楼至7楼，拢是带行动无方便的老人，可能是这场火灾造成死伤的原因。Su popucali 301, ja sam 3. sprat. I počelo je nešto ruši se tamo ovamo i ja sam odmah recepciju zvala, nisam mogla dobiti. Međutim, pogledala sam na prozore, dozgor idu sve ovako velike rske, već padaju. 代志发生了后，普赫联邦政府高层拢对死者表达哀悼。图兹拉当地的医学中心是讲，挖落来暗过送医治疗的患者当中，包含几落个有一氧化碳中毒的现象，其中3人送入去加护病房。那是火灾发生的原因，警方表示，等确定火拍花、火场安全了后，才会当进行详细调查。公司新闻4家人编译。今仔日在国际上还有啥物款的大代志？咱做伙来看世界。民主党昨伫咧美国地方选举胜出，共和党籍嘅美国总统川普都认为讲，选举输去嘅原因就是联邦政府关门，也要求这共和党卖个造谣技术来解决预算嘅问题，互政府通重新运作。法国有一个查甫人伫咧高堆龙岛赛车，让过路人和骑铁马的人，也造成10个人受伤哦。法国警方已经将这个查甫人抓起来，以涉嫌谋杀未遂来甲调查，但是目前也无清楚伊犯案的动机。捷克总统佩维尼有参加欧洲价值高峰会议时，讲到印太地区的安全会影响到欧洲的安全。伊嘛肯定欧洲价值安全策略政策中心伫咧台湾设办公室。伊认为讲了解印太局势对欧洲的贸易安全和稳定是正重要。代替宜兰的东澳车头，昨有一个外邦的工人伫咧施工的时阵，去互25000个高压电来电到，规身躯是3度受烫伤，后来是有紧送病院，甲暂时无性命危险哦。代替除了停工理清原因，嘛要来了解讲这个外包的厂商敢有疏失，因那职业灾害的部分嘛已经有通报劳动部了。监视器有翕到一台3000型新自强号通过车站，当时月台顶徛一群工人，列车通过了后，电车线煞呛烟，原来是一个工人去电到，其他人员赶紧通报救护车甲送医。颈部、四肢及躯干大面积的烧烫伤，大概2到3度，表面积约40%。
那目前博爱医院急诊已经初步的紧急治疗。性感的工人伤势严重，不过也知影人初步治疗了后已经转院。代志发生伫初5早起10点外。宜兰东湖火车站当伫进行月台起较悬的工程，外包人员好亲像无注意到摕长形的工具刷去卡到电车线，去互25000瓦度的高压电电到。县府这边已经收到职灾的通报，那宜兰县政府这边已经转知劳动部治安署，那治安署这边也会就整起事件来去做调查。代替是讲，为了因应新款列车的关度，真侪车站正在进行月台起悬工程，是有无阶段改造工程的部分。东澳车站是已经进入收尾阶段，第一时间除了停工，卖确认厂商是不是有疏失。然后他就拿一个那个刷毛的工具，类似扫把那种东西啦，哈。那是刷毛的工具，然后要把那个月台做刷毛的作业，可能他的工具。太长了，造成跟电车线的感电。台电是讲，目前基础工程的工程部分拢是用外包的，代替是负责铁轨路甲列车的安全维护部分。除了会依照合约要求厂商检讨，若是确认是人员还是时间疏失，也有可能要求赔偿。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有机关也讲，在台北市有一间特教幼稚园，囡仔伫咧上校车了后，随后车顶的教保人员拍甲大腿上的红记记。家长批评讲，学校竟然都唔知影，也无记开当事人。也若双方是不认为，若家长认为讲学校的老师是全部了。目前台北市已经介入调查，也强调若准有过失，会依法来处理。一个读特教幼稚园有高中障碍学生，大腿规个肿起来，还佫有手痕，因为伊去互学校的教保人员为大腿甲扇落。囡仔转去厝理了后，心情真歹。最近嘛出现真歹济校车的情形，家长看了真唔甘。老师说明的动手原因，就是因为小朋友在车上翘脚，那所以就打他。小朋友回到家过了30分钟，那个红肿的痕迹还非常明显，所以我不晓得教保员当时的力道是多大，才会有这样子的痕迹。医院讲，10月16日，家长甲囡仔换衫的时阵，发现囡仔的大腿有真明显的手痕。10月27日，伫家长会长的陪同之下，看到监视器的画面，发现伊的囡仔伫上尾一站要落车进前，车顶敢若伊甲教保员，这个真大片的教保员为伊的大腿大力甲扇落，伊的脚全肿起来。中有11天的时间，学校的通报机制失灵，加害者甲受害者嘛无计开。本校于事发隔天因家长会反映而知悉。当日立即进行校安通报，保留影像。事后于影像确认随车人员有不当行为后，立即终止聘雇，维护幼儿权益。学校回讲，代志发生了后的隔顿天，就做校安通报，确定这件代志了后，已经甲行为人士透露，嘛甲家长回示咧。台北市教育局讲，已经派人去学校督导，嘛会赶紧调查，只要有疏失，就会依法追究责任，绝对袂甲硬。教育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已立即介入。明确要求学校召开校事会议，启动调查，并已指派督学到校查学校行政处理流程，另检讨随车人员管理 SOP， 全面强化特教学生安全防护。台北市长周万安讲，学校若有延前通报，就会依法追究学校的责任。目前已经要求学校爱说明，嘛积极厘清责任，会按规定来处理甲处分。也让外部调查委员嘛拢开始进行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高雄有一个做房地产投资的查甫人，伊早500万的现金出门去上班，伫咧半路的煞撞到2个歹人甲抢劫，想袂到呢，也佫有另外一帮人嘛要来抢这500万。后来呢，这目前拢总是8个人已经互抓到，检方嘛依照强盗罪甲因起诉。一台白色的车队停车场驶出来，挡伫咧路口，准备要接应已经抢到500万的同伴。其实路边另外一台白色的车顶是另外一组抢鬼等咧等。高雄三民区这搭停车场9月初发生抢案，在做房地产投资姓叶的查甫人，早起用牌影砸500万的现金要去上班，半中途去互姓用的嫌官抓嫌就水抢劫，500万的现金全部互抢去。红小撇换2头乌卡棒，内底然后400-500万，啊你还用抓规个面。辣椒水刮规个面拢切歪歪，面毛乌青。来，干嘛？别动！来，别动！警察！来。
麦打落车。高雄警方一路巡线对台中、桃园、台北吹起哩，2天内都甲涉案的8名嫌犯拢抓起来。不过检方一查才知影，原来迄天有2帮人要抢这500万。先下手用嫌石水抢钱的是姓杨的主嫌带头的，另外一旁未付下手的嫌犯，看势必唔对，上准时机，车驶去边仔，随甲钱抢过手。另有余姓被告等人也已经事先获得消息，准备行抢，发现梁姓被告等人已先行行抢得手。在于梁姓被告等人将上车会合之际，持斧头、西瓜刀等凶器上前强盗得手500万元。检方表示，因为2帮人拢无被交代清楚，为什么知影受害者迄天会诈遐侪钱？除了照重度罪起诉，向愿意请求8年以上的重刑以外，也继续对查幕后深受污手。记者柯家祖、柯兆勇、高雄场报道。最近有民众伫咧面册顶头看到讲台南市警察局当在找防诈骗影片的临时演员，讲一天的薪水上侪4000块。警方收到通报了后，随出面驳回，强调讲因无办这款的活动。台南市刑警大队嘛，靠大队查，也呼吁民众这诈骗的手路是有影做，就来看面册咧。买手机是真侪人逐天的日常。即阵伫咧面册社团，有人写到台南市警察局要应征临时演员的人才，要来做防诈骗的宣导影片，一工是2500至4000的工资，伫网络引起讨论。警察局嘛随出面驳回，这是无影无遮的代志。民众嘛讲，网络世界拢是假消息，加减的心惊惊。叫你走外口有无？叫你摕物件咧，就好，啊，足轻松，1点钟2000块的，我感觉拢是诈骗的。我感觉这诈骗哦，感觉足讨厌啊，拢造成哦人甲人之间的无信任感啦。本局也立即在相关的官方网站来对外澄清说明，并就该假广告来实施下架及展开后续的侦办作为，以避免民众上当受害。警方指出，目前无人受害，即站当咧调查，若教授掠到会以诈欺罪侦办。其实即阵变成的诈骗手法有影真多元，有的用爱情咧管，有的是出奥步，讲会当协助人转卖灵骨塔，佮个对当中趁利润。另外对初五开始行登记普发现金，市府嘛唔敢大意，加强宣导，提醒大家爱谨慎。有一句话叫"假骗弄破嘛"，政府普发现金，大家要领取还是要小心领取，避免就是说网络上很多诈骗。那平常没有普发现金的时候，网络诈骗就一堆了。现在碰到了普发现金，那当然诈骗集团真是视之为一块肥肉。台南上侪人行政区因控根据统计，今年到单诈骗前3名是假投资、网络假拍卖，叫解除分期付款。警察局嘛讲，拢拼死咧宣导，嘛呼吁乡亲若对方讲到钱项，也是银行口座的关键词，爱特别细腻，嘛通卡165反诈骗专线做确认，避免赚的辛苦钱白白乌有去。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最近有2个外国人在利用台湾人的爱心，对中部到南部性格在甲人分，有民众报案，伊民署是随甲警方做伙去甲人带登去调查。伊民署表示，这2个人是摕观光签证入台的，佮性格甲人讨钱，讲要治病，这几天已经是无到7000块，会依法甲人遣送出境。这边，或者这边。警方来到人叉的家己文化路夜市，虽看到2个外国人坐伫路边在甲人分，一个像手吊箱包掉咧，一个摕纸批顶管写中文，讲因的银行卡红冻结，需要6万块医药费去抵手，爱人捐款。有未少民众关钱，不过后来有民众发觉，这2人是变身啊，一路对台中家己搬到台南，用这款极可怜的方式骗人捐钱。第一笔坑了后，有民众感觉实在真可恶。足可恶的代志啊！佫叫外国人骗，哦，佫看好脚好手要少年。因为2个外国人无检查到人，嘛无硬要共讨钱，因此警方敢若甲人赶走，爱金袂使佫共分钱。不过这件代志已经引起移民署的关切。测试这2个外国人话走来高雄走，行甲人分，现场也是有不知情的民众认钱出来捐。警方随通知移民署，甲人带登去调查。会讲中文吗？会听中文吗 ？No Chinese English。经调查，2人推脱募款是为了治疗手臂脱臼。想要筹措医疗费到越南治疗，总计募款所得大约新台币7000元。经查证，此类行为不符合以停留签证入境的许可目的，已违反我国入出国及移民法第29条规定。
移民署表示，因一个是罗西亚，一个是白俄罗斯人来台湾是摕员工签证入境，袂当做甲员工无符合的活动，伫街路甲人分钱的行为已经违法，将会依法甲两人遣送出境。记者林伟霆、柯家族、邱朝阳、高雄场报道。平常时都要注意安全哦。这几年，时不时都会看到行动电源着火烧的事件。经济部标准检验局进前有公告5种，大约88000粒行动电源有安全疑虑，爱来回收。嘛有增加3大检验规定。有专家就提醒讲哦，伫咧买行动电源的时，上好是莫买顶头有插头的组合锂电池。民众伫网卡算线顶游戏，无想到放伫边仔无使用的行动电源，先呛白烟，下一秒导火爆炸。行动电源家己小起案件，这几年真侪，引起民众的烦恼。根据统计，112年事故通报11件，去年7件，今年到10月都升悬到27件。因为进口来台湾的行动电源有381万粒，为了加强安全管理，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加严3大检验规定。包括工程检查、扩大边检抽验，也甲后市场查核。那我们会定期派这个相关的人员到现场去做确认，这个制程是不是符合规定，提高边境抽批的这个比例上面哦。那我们在行动电源这个品项，我们从上个月开始已经提高10倍的这个抽批的这个比例哦。标准局进前公告5款，差不多8.8万粒行动电源，因为安全疑虑紧急调回，嘛有品牌家己收到转来。我们如果一旦公告工厂检查，我们就是不管你在天涯海角，我们都派人去。针对行动电源检验不合格的原因，标准局是讲大部分是零组件变更后续无做验证，若是意外这么多，互人要求调回产品的厂商，会互人伫做重点查验。若是民众是要安怎经行动电源的，有3C专家分享3个方向，像卖用本身有插头的这款，至少你要买一个知名的品牌的，那后续它可能有一些保险啊，可能会比较有保障。再看传统一点的行动电源，就是18650，就是它比较大颗的，然后里面是有那种柱状的电池，当做行动电源的电芯的。那这种它其实相对于稳定一些些。标准局是讲，民众购买时阵应该认明开头的 BSMI 标章，加完整的电源标示。使用时阵避免伫高温高湿的环境，若是出现无正常膨起来，还是破起的情形，爱随换起来。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地方风上头来看，宜兰南方鹅德镇安宫有一尊用600公斤黄金打造的旋鹅妈祖。妈祖身躯顶的旋鹅黄金是拢互贼头拔去，庙方表示损失大约是2000多万。警方有扣封锁线，庙嘛已经先暂停参拜。今次去画面因看到这查甫人全身包安为南方河镇安宫大殿后边，到黄金旋鹅妈祖身上进前，用加刀将顶悬的旋鹅黄金配饰提走，后来因为触发保全警报，惊甲赶紧逃走。庙方警员发现贼头好亲像是半暝11点外，为庙后边的山路跳到这后边顶悬，搁爬入去庙的2楼，破坏插座头了后，进入大殿内底偷听，有人也被人看到伊的手印。会做生气的吗？生气。系啊，就是安尼。大家嘛唔敢嘛，阮这信徒嘛唔敢。唔好啦，人偷听安尼是就袂使咧，我看了足艰苦咧。既然南方河镇安宫旋鹅妈祖是地方信仰中心，庙内这个600公斤重的黄金神像被偷走2粒旋鹅珠，10罐红色旋鹅破链加4罐白色旋鹅黄金配饰。被偷了后，明显无亲像以前遐尼华丽，连开启妈祖身上的念珠也被提走。庙方粗估损失达到2000多万，这毋是第一摆被偷。庙方怨叹曾保全也无啥物路用。这也是呼吁讲，咱这切节，你若有苦衷，你就紧来甲妈祖你也提出来，因为这你真正歹消。警方来采证，调监视器发现嫌犯已经驶阻拦车倒向北宜公路，目前积极侦办当中，希望早日破案。南方河镇安宫现场已经有封锁线，暂停互人来拜拜。记者综合报道。天气反冷，真侪人开钱伫咧食姜母鸭含羊肉炉，不过也有人是连面酒皮都加袂熟。台北家福中心指出，有真侪弱势家庭需要面皮，所以就发起无面酱皮的活动，嘛希望大家同齐来发挥爱心。
天气愈来愈寒，真侪人棉被已经摕出来夹，一人一领被才夹会烧，这对一般的家庭来讲是真事常的代志。也毋过对经济弱势家庭来讲，算是毋敢小想的代志。亲像小聪因母仔囝就是3个人公家夹一领被。妈妈讲，见摆寒天来，2个囡仔拢会抢被，而且被已经夹真侪年啊，已经结规球嘛夹袂烧。囡仔人小小的愿望就是希望有一领属于家己的棉被。因为很冷嘛，就是一起抢棉被。可是现在真的是棉被就是因为抢来抢去啊，然后有时候会踢被子啊，就是成了一坨一坨的。对他们来说，就是有时候这一个洞里面，就是觉得风很大的时候，就吹起来就很躲在一起，然后就跟我挤。我们家这个会跟我挤在一起。台北家扶中心表示，因过去有针对家庭需求，无过电火、厨啊这物件。即个无被，是因为发现因服务的家庭真侪拢有被无够夹的情形。有的大人是家己衫穿较济咧，被互囡仔夹，所以希望透过各界发挥爱心，互这个家庭一寡温暖。即届阮还阁有4项的缺口，希望讲阮到12月7号。大家会使想到讲寒天的时阵有一个棉被，一定是真温暖的代志，所以希望大家想过来观看，互阮会使紧甲棉被无够。啊，这棉被夹起来吼会特别温暖，因为伊毋是加身体的温暖尔，伊心内嘛感觉足温暖的。今年是台北家扶60周年，除了募被，嘛有办展览，透过义卖来募款，希望互民众了解家扶中心过去的成果和未来的目标，鼓励更加侪人来甲家扶支持。记者陈心彤、曾俊佑台北报道。文化部对去年开始推动单亲家庭计划有真侪丰富的活动，也毋过嘛出现一寡问题哦。有民众也讲，苗栗后人图书馆讲故事培训的课程，台语比例敢若1%是足失望的。文化部表示，伫咧国家基建所谓主管网的台语活动，这台语比例上无是爱有60%，若是有领补助所无下规定，会先辅导，若无改善辅助就会来调整。为着要加强台语的传承甲使用，2024年文化部的培育台语家庭计划起稿，不过虽然出现一寡状况，像顶一日桃园市文化局请布袋戏团演出，互民众批评欠缺台语意识和台语比例上低。最近苗栗后人镇图书馆也互民众指出，提供故事培训的课程台语比例敢若1%，民众表示真失望，嘛讲这毋是头一届，捌甲图书馆反映过，嘛是无改善。讲阮参加过的是，台语戏剧营，伊是定50%。老师会当讲到95%，啊，台语故事培训伊是定60%，实际上就是全华语，就是安尼落差。目前苗栗县在做台语家庭计划的主管单位是文管局，因表示针对活动无够周知的部分，未来会照文化部的规定来落实。其实就是那个文化部怎么规定我们就怎么做啊。日后举办类似语言相关课程的时候，师资啊、课程的安排，还有语言使用的比例呢，我们会更加的严谨。文化部回应讲，今年9月有新的公告，针对国家基建所谓主管网顶的活动，台语比例爱写明，而且上无爱有60%。若是有领补助所无下规定，文化部会先辅导，若无改善补助的扣钱，佫会列入以后的补助审查参考。另外无领补助嘛，着受监督。有台语团体表示，推广台语袂当因为惊人听无，就唔去要求，若无永远无法度创造台语环境。这种烦恼咱会当理解，但是问题就是咱就是爱去突破这个独尊华语、全华语的这种氛围。未来不管是什么款的演出、什么款的活动，会当落实迄个正面的台语形象，甲较完整的台语比例。台语团体嘛建议文化部通做一份手册和指引，加强提醒要执行台语课程活动的单位，嘛通互侪侪有心要学台语的人，更加了解安怎做较是台语家庭其他的活动内容。记者卢尚如、林晓凯台北报道。疫情结束了后，真侪原定住伫台湾的日本人离开台湾。有一位95岁的年摩托先生，退休了后，定定返来台湾来看伊过去细汉的时阵住过的厝，也就是今摆的台湾文学基地。台文馆知影了后，感觉这个故事是真感动，就邀请作家将年摩托先生的故事创作一本绘本，就号做《挂网大的暗暝》。95岁日本人，其实是尼摩多来台湾足侪抓，总算找到较早伫咧台湾住的厝。无想讲这个所在即马变做台湾文学基地，而且阁保存甲遮尔好。
台湾で私は10回ほど家を変わりましたけれど、台湾で住んでた家で残ってるのはこの家だけだったんです。伊萨是尼莫多的阿公，伫日本时代是铁道部的部长，爸爸伫糖厂做工课，伫台湾度过一段幸福的日子。不过伫伊初中的时，拄着二战，规家伙仔就安尼包啊款款的回去日本。台湾一直是伊心内上深的基地。台湾文学馆听到伊的故事，感觉真感动，也请作家宝宝将伊的故事画做绘本，挂网大暗暝。啊，为什么叫做挂网大暗暝咧？因为网大是台湾网糖较济才会挂。啊，伊讲伊去日本战败，伊转去到日本了后，明明就无网啊。啊，毋过细汉时囡仔是养成的这习惯，互伊感觉定定都爱挂网大，伊才困会落眠。因为爸爸是糖厂的员工。啊，伊自细汉伊咧食甜的物件的时阵，这就是伊身体里面的一个记忆。伊去日本的时阵，做一个巧克力豆的开发，像香菇那样子的巧克力。糖对伊萨西尼莫多来讲是台湾的味，也是甜蜜的基地。这本台语绘本是有写册，对写话和录音拢是宝宝一手包办，就是希望用台语来讲述伊咱台湾的故事。记者陈阿选、王志光台北报道。伫咧全球上大的电力阿塔卡马沙漠，平常时咧是寸草不生，也毋过若做寒人雨水有够就会开花。这款稀罕的景致，成上万人行脚到，这嘛是生态甲气候研究真重要的地点。空拍机自天顶一开始拢翕到沙漠，尾下竟然看到规片的食物。虽然大部分拢是生做搭伫咧地面生长的花草，也毋过已经互人真意外，因为这是地球上除了南极的麦克莫多山谷以外，上大数的阿塔卡马沙漠，平均的年雨量只敢若15毫米。伫这个所在，有当时伫咧南半球的冬天，也就是6月到8月时阵，会落几落10毫米的雨。虽然无多，也毋过已经互花草有法度生长开花。En la temporada invernal, ¿cierto? Cuando cae las aguas lluvias en la temporada de invierno y luego ya en época primaveral se genera este florecimiento de diferentes especies nativas, ¿cierto? De flora que existen acá en la región de Atacama. Unas son endémicas, otras se comparten con otras regiones, pero hay una gran cantidad de más de 200 especies, digamos, que están asociadas a este fenómeno. 也就是南半球的冬天8月结束了，9月到11月春天，一个普通时连草拢未发的沙漠，竟然出现色彩缤纷的花甲绿色的食物。El desierto florido, sí, sabemos que es un fenómeno que no se da todos los años, quisimos aprovechar de venir, sabíamos que se iba a dar esta temporada y quisimos venir a conocerlo. 因为真罕能看到伫咧沙漠内面会发这么侪食物，也个开花，所以就吸引真侪观光客来。若拄到阿达卡马沙漠开花时阵，来遮旅游的观光客会到上万人次。除了好奇的观光客，也有真侪生物学家专工来研究。 Allá de eso, nosotros lo que vemos aquí son millones de años de evolución, ¿no? Y millones de años de evolución en ambientes extremos que también dan información, o sea, si lo queremos ver desde un punto de vista utilitario, también nos pueden servir para entender o para quizás nosotros adaptarnos o 或者讲，这款食物的籽伫咧打水季节，拢藏伫咧土抑个沙内面，慢慢等落雨。为了要生存，这款籽就要挡会掉极端的打水甲低温。 一个海拔几落千公尺较薄的空气，也就是讲，会开花阿塔卡马沙漠，伫生物学家眼内是一个正好的天然资源库，会当提供线索，互因了解伫极端环境之下，气候、土壤甲生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辑。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的天气预报资料。 北部地区21度至28度，中部地区21度至31度，南部地区22度至32度，东部地区21度至29度。 外岛地区19度至26度。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咱明仔载再会。